如果一支牙刷賣到電視台都爭相訪問，你就知道佢絕對唔簡單。呢位就係日本家傳戶曉嘅牙刷職人田邊重吉先生。佢94歲，人生超過80年嘅時間都只係專注做一件事，就係研發一支最好嘅牙刷。單單係呢一個系列，日本一年就已經創造咗7億5千萬日元嘅銷量神話。去到日本門市，你會見到成間門市都係佢嘅作品，佢仲要勁到連牙膏都唔賣，咁大間鋪淨係賣牙刷。到底呢支職人牙刷有咩魅力？今日同大家拆解呢3款針對唔同需求嘅王牌系列啦。首先係紅色盒嘅極尖細款，呢款係田邊先生80年經驗嘅巔峰作，尖頭設計可以更精準咁清潔細節位。如果你嘅牙齒比較細粒，揀呢款就啱晒。跟住係藍色盒嘅寬闊款，呢款好適合牙齒稍微大粒嘅朋友仔。刷頭係寬面設計，接觸面積大增，可以大面積咁樣清潔，同埋佢內外兩層呢嘅刷毛會分工合作，清潔同時可以按摩牙齦。最後亦都係好多人中意嘅40代加護齦款，40歲之後鈣質流失，牙齦好容易變弱。田邊先生特別研發咗0.18mm 嘅極細毛，輕柔清潔之餘又唔會傷到珐琅質。如果你刷牙比較暴力或者牙齦比較弱，甚至好容易流牙血，呢款就最啱你。喺香港睇牙醫真係好貴㗎，所以平時一定要好好照顧啲牙齒啊！真心推介呢款由日本紅到去韓國、台灣嘅職人牙刷俾大家，早買早享受。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嘅喺下邊留個言啦，我俾資料你。